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5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市长候选人辩论会，朱万安、陈时中甲黄珊珊针对大巨蛋假洗照议题，含一个政策3个人对射。淡水甲中立掠着诈骗暴力集团，逮捕16个嫌犯，甲一个主要干部，目前58人封救出来，另外3个人死亡。有消息讲，花莲有一个25岁少年人6月去乌克兰参战，即马战死。因为消息不是官方讲的，外交部要等来查。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仔日下晡举办台北市长选举电视辩论会，朱万安、陈时中甲黄珊珊3个候选人交战。一开始就针对大巨蛋假洗照议题，佮有内湖的交通辩论对射。落尾结论，朱万安是继续攻击仪表采购的证据，陈时中是话讲。未想要选总统，敢若希望人生上尾公职是做台北市长。那黄珊珊讲家己若准当选会随上岗，要亲像哪力两党开始相答。也请3位候选人为彼此加油，展现君子风度。台北市长选举头一场辩论会登场，拿着被3组候选人共场竞争，黄珊珊穿白色西装，朱万安、陈时中拢选着深色西装，领带是跳出拿着色。第一阶段评论，朱万安大声发言，除了用台语介绍家己，后续将重点放伫批评陈时中。那陈时中随反击，2个人会有20招。沈忠先生。不要让台北市民在层层的疑云当中困惑，以至于让全民被民进党困在巨大的黑箱当中。其实我只有一句话：这些问题不是都问过了吗？你又来了，一直在问这些问题，装睡的人叫不醒。这1年来，你们对台北市的了解有多少？这1年多做了什么功课？你们又要如何向台北市民证明你们具备了即战力呢？黄珊珊伫拿力结束中，毋望家己会当成做台北市头一位女市长第2部分互相质问。但是中常提出大巨蛋备案，黄珊珊问小组法规矩，朱万安是问安怎解决内湖交通，3个人对政策拢各有因的见解。朱万安提生育奖励，陈时中也主打补助，强调家己上会当甲中央沟通。黄珊珊表示尽量无要互交通恶化，所来媒体发问，但出空中保台相关议题，检视两化立场。问了我们说我们赞成不赞成同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的 DNA。面对1国2制，当然是反对到底。我们当然是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也难怪网友会在网络上说“绿共一家亲”。我已经多次公开说过，民主自由跟独裁专政是不可能并存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最后结论，朱万安阁提出要不要采购，但是中诉求防疫公平应议。黄珊珊是批评拿着恶道，以各自风格继续辩论。我们甚至可以想见，他们当选的第2天，蓝绿就会开战。反之，如果是黄珊珊当选，我第2天就可以上工，无缝接轨。我是那个全力以赴的蒋万安，是那个撑起台北的蒋万安。是能够把正向力量、善良、正直带进这座城市的蒋万安。我没有想要选总统，我不是柯文哲，我也不是蒋万安，更不是侯友宜。我只希望把我人生最后一段的公职旅程，奉献给我最爱的城市台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下晡举办台北市长选举电视辩论会，不过主持人咧开场的时阵，煞有一个民众走入来，想要甲候选人的麦克抢走。随后，警方压条，带离开。让市民知道，这场辩论会只邀请3个候选人是不公平的，总共有12个候选人，所以我们才会在今天选择偷偷潜入电视台的电视辩论会。这个起诉端的查甫人穿台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的竞选夹仔，伊互警方带离开了的时阵，话讲这场辩论会无公平，因为台北市长选举拢总有12个人参选。所以，今日邀请3个候选人参加，伊才会决定偷偷走入来会场抗议。这个台北市长选举的电视辩论会，学者认为3个候选人表现较普通，政治辩论的部分无够多。有资深的媒体人就评论黄珊珊对政策真了解，朱万安攻击力头强，陈时中用感性打动人。伊认为这3个人拢拍安全牌，辩论有影是有较无聊。
3位候选人先礼后兵，大政集群登来到港台互相辩论。第一阶段申论，国民党蒋万安首先登场谈政见。不过，搁在批击疫苗政策互相，所来民进党但市长上场先批评蒋万安相关的问题问3遍，也提出蒋家议题，结果以政见来收尾。而无党籍黄珊珊批评对手政见无实际，强调要杀到国民党甲民进党争权的围墙。头一段表现或者是各有观察。第一位的蒋万安跟第3位的黄珊珊，相对的来讲的内容比较实在。陈时中先生呢，当然他基本上也是顾到的全面，但是有一点点又是在挑动反蒋或者拥蒋之间的这个情绪对立了。蒋万安跟这个黄珊珊，他们可能是想要选卫福部长还是怎么样？以现在一个市民的角度，我其实对于疫情或者是疫苗、口罩这些东西感到相当的厌烦。我不想要再听到这个，我想要听到更多关于政策的讨论哦。这场选前为一场台北市长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公司这部特别报道，邀请学者专家上节目同步观察评论。学者专家认为，较无突出的所在，并且认为3位候选人整体来看，依然是规矩，各有优缺点的所在。政策最娴熟的其实是黄珊珊啦，他前面论述的部分我会觉得非常可惜，我帮他捏一把冷汗，但是他到后面结论的部分，我是觉得整个是帮他大大的加分了。蒋万安是相对可惜，他的口号真的喊太多了哦。可是我会觉得比较亮的是说，哇，这个蒋万安他的质询的，他那个攻击的力道非常的强哎。那陈时中他当然是用比较多防疫的部分啦，防疫的部分来想要动之以情，是讲说中央关系好。那如果未来你跟台北市的利益有冲突的话，你会为台北市民争取权益吗？资深媒体人柯明就认为，3位候选人拢拍安全牌，和辩论稍较无聊。台师大教授柯兆雄认为，对着候选人来稳固原本的政党的票源有帮助。另外，东吴政治系助理教授陈凤如是认为，这场无特别引人注意的辩论会，政治辩论稍较不足，不过各自的支持者应该拢有使找到继续来支持的理由。记者综合报道。好的，因为北台湾连续几天上大雨，害国道1号实质出口边的山架放落来，目前敢若开放内线通车，高工局继续咧抢修，希望初7、8、1上班会当搁开放一线车道，到时阵落南到2个主线道小头车阵。高雄机械伫工地1号国道1号实质南下路段，因为边坡粗放落，即阵只有一线车道通车。拄到拜6假日，虽然无平常时遐塞，也过车速也是真慢。伫高工局继续抢修之下，外边车道的涂胶即要清运完啦。渴望伫8日早起6点之前，搁再加一线车道通车。天气的一个不佳，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施工抢修的进度。但是我们现在目标还是全力抢通，在这个11月7号，就是礼拜1的早上6点前呢，来开放这个主线2车道的通车。因为当地是继续落雨。高工局伫抢修的过程中，爱看雨势，随时用篷布甲边坡砍掉咧，避免涂胶的含水量搁再增加。气象局表示，8、6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甲东部降温，感受是较凉。2礼拜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主要降雨的部分会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东半部，整天可能都是会有降雨的机会，而且下雨机会都是比较大的。8日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东北部甲东部气温回升，淹过水汽依然较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东北部地区天气无稳定，其他的所在有机会会看到日头，淹过爱注意日夜温差会较大。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警方小连续伫淡水甲桃园中立抓到诈骗暴力集团，逮捕16个嫌犯。昨半暝阁抓到一个合作低档的嫌犯，怀疑伊是集团主要干部。目前已经有58个受害者互救出来，不过嘛查出另外有3个人互凌迟了后死亡，尸体阁互乌白拼伫山顶。家属去警察局做笔录，希望司法行一尽的公道。前往警察局做笔录，艰苦全社伫面内，因为母亲互虐待受禁，将其尾发病死亡，遗体也互随便包起来。但伫桃园旧山区，警方伫遮找到2名死者遗体，也有1名技术互等伫南投日月潭山区还未找到。说是一定有啦，但也是比较难过的部分啊。那我希望法律能判重一点啊，把人家害死是真的有点可恶啊。死者家属无得原谅，请求司法还因一个公道。死里逃生的被害人也原来规身躯的伤，讲起这段经过，就像人间炼狱。
那你人生很忙啊。我比较伤感，在那边我哭了好几多次，都躲在厕所。我那时候其实要多转是10万，对。然后因为我是要付破款钱，跟我讲说，你的资料审核通过了，我带你去公司那边领钱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走，然后我们就被扣住。受起规个案情，警员大仙伫新北淡水救出22名被害人，顺线各向顶边追查，各伫桃园中立救出32人，两波行动逮捕16名嫌犯，目前2个人受押，1人交保，2个人移送少年法庭，也有7人互检方声押。即马案情阁有进展，诈骗集团主要干部也伫测试案落网。外部抵挡的姓陈嫌犯也未赴管刑就互压制，一直发出哀求。诈骗集团手法除了网络刊登假击溃，也会以租用假金铺啊、甲小价借贷等为术骗人，只是小伙已经骗到手啊，安怎也唔放人咧？他们一旦放他们走之后，被害人有可能立即去报案做警示的动作，那这账户就不能使用了。这个个案是非常残忍哦，而且惨绝人寰哦。检察机关一定会全力来做一个清查。规个诈骗收金案件，至今还未抓到幕后主使者。警政署长黄明昭初五也下令扩大侦办，要予残忍的诈骗集团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韩国梨泰院10月29发生民众相殴相打的悲剧，即马佫传出韩国的男团 NCT 127伫印尼办演唱会，因为歌迷相殴，有30个人摔甲昏迷，演唱会唱到一半惊动点。有歌迷将影片传起伫 Twitter， 画面会当看到徛上头前迄排歌迷，敢若是因为相殴相杀，致使栏杆制载袂牢，全倒去。现场大约有30个人摔甲昏迷。警方介入之下，演唱会互强制冻点，加在目前并无传出死伤。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还未收煞，咱台湾花莲有一个25岁志愿军詹胜光，6月去乌克兰参战，不过即马却传出消息，讲詹胜光车子互战车弹到，已经战死啊！家属接到消息是真艰苦，因为这个消息毋是官方讲的，咱外交部表示。有甲家属联络，表达关心，嘛当咧查证看敢是事实。面世打着真侪张穿着袂使服装伫乌克兰做兵的相片，手骨别着国旗的印章。25岁台籍志愿军在玉皇本名詹胜光，10月还伫继续更新面册动态。不过，根据当地外籍兵团成员的消息，詹胜光在月初2伫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黎曼前线出任务，甲俄军的装甲部队决战，不幸遭到战车炮火拍着而死亡。Yeah, then we come back here. 伫花莲的家属接到消息，拢真伤心。詹胜光细汉时阵捌移居贝里斯，高中才转来台湾。高中伫英文阅读比赛也有获奖记录，因为真想要去做兵。高中毕业了后签志愿役，赢来做兵。24岁退伍，家属讲詹胜光开朗真有正义感。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开始时，就讲想要去参战。虽然讲厝内底人一直甲苦劝，伊也想款要去。詹胜光因为外语能力真好，真紧就互录取。6月启程，军中的同仁也真佩服伊的勇气。很乐观，很乐于帮助别人的一个阿兵哥啊，也觉得他很厉害啊，因为就直接过去乌克兰。有即阵詹胜光阵亡的消息是经由非官方的管道知影的，厝内底人希望讲是误传，还是讲只是受伤。外交部表示对此真重视、真关心，正在进行跨国的查证。外交部我们会穷尽可能的管道来查证，并且提供家属一切必要的协助。斗阵参战的日本志愿兵也伫推特打出詹胜光的相片，怀念斗阵训练的时阵。台湾网友也纷纷表示，詹胜光是真正英勇，甚至伫推特发起号召，希望会使甲遗体送回来台湾。根据了解，外交部拢正伫努力中。记者综合报道。全球上好野的马斯克甲社群媒体 Twitter 买落来了后，随到5成员工死头路，真侪人拢是半暝伫厝发现家己的电脑未当入去公司的系统，才知影互死头路。即阵一寡客户惊受影响，都甲 Twitter 广告抽掉，恐惊会冲击 Twitter 营收。
推特位在加州旧金山的总部大楼，测试拢非常安静，因为这是大裁员的一天。办公室甲内部系统访问看下拢暂时关起来。推特全球员工被要求伫厝等待电子邮件进一步来通知。迄天饭店开始，真侪人发现家己的工作电脑对远端互输掉咧，有时上推特讲家己互洗头路失业啊。The only way people would find out would be not any phone call or any email from their employer or their boss, but just by seeing their their work laptop automatically reboots and just go blank. 马斯克顶个月底以440亿美金收买推特，上届互外界烦恼的是，伊是毋是废除言论审查，互假消息甲极端主义的受训言论来散布。测试裁员名单顶面主管机器学习的道德规范、透明甲文职团队员工拢裁了，安全甲诚信部门裁员大约15%，2000名内容管理者工作是无受到影响。马斯克推文表示，推特自从每工损失超过400万的美金，裁员是一定爱做。每人3个月资遣费比法定的金额加5成。伊强调内容审核政策无改变，甲收入下降归罪在人权团体向广告商来施加压迫。不过右派不半的人偏激受训言论，早就因为马斯克买推特而攻击推特。就正是美国其中选区这边挖quyền的时阵，全國攏伫看馬斯克對着推特的言論自由環境到底是變哪有發展，也好非是有廠通用汽車、奧迪汽車、食品大廠通用模仿這大客戶，暫時甲廣告摕落來伫觀察。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鏡頭轉來到國內，食藥署專家會議初三審查通過，認證高端疫苗有保護力，保掉高端的 EUA。不過，國民黨就質疑講，會議的名單無公開，嘛無提出數據，要求公布專家討論的過程。安那是藥署表示，為咗避免專家或者是因的親人互騷擾 ，AZ、BNT、Moderna 甲高端等等的疫苗，審查委員的名單嘛攏無公開。食藥署初三暗宣布通過高端疫苗保護力審查，高端疫苗無需要向取消緊急使用授權 EUA。指揮中心也佇測試提出4大手辦新冠疫苗保護力數據，若部分年紀，做3期高端的保護力甲莫德納參 BNT 同款。國民黨早起召開記者會指出，國產疫苗調亞攏支持，也毋過需要通過科學驗證，也毋過即馬煞違反科學，惡想護航。不是用情緒勒索以及舉手部隊的方式來政治護航。我們絕對不支持在黑箱作業下產生的國產疫苗，同時我們也要求高端必須要靠着實力賺錢，而不是靠着政治護航。這期審查細節啊成員攏無公開，國民黨要求應該公布會議記錄，依照公信。提出食藥署回應，審查過程專家會議以紙本記名投票，為了避免專家個人也是家庭受到騷擾，為 AZ、BNT、莫德納和高端等疫苗，審查委員名單攏無公開。衛福部也提食藥署指揮會議使用標杆是民主程序。分析出來的資料，那要讓我這個委員會去判斷說是否接受或不接受，那這當然是要表決了，因為每一個委員都是獨立的個體，他都可以表示他的意見。國內新冠肺炎疫情繼續長伏，拜六增加25523例本土病例，增加67人死亡，增加個案比頂禮拜同期減少21.4%。指揮中心統計，這一波疫情以來，國內累計兒童重症已經有261例，其中37例死亡。記者綜合報道。高雄11月12日要辦市長候選人政見發表會，所有片內面色未踴躍，質疑提問人的名單有1/4成員是市長陳其邁的人。國民黨候選人郭智溫嘛要求選委會就要解釋清楚。高雄市選委會表示，名單是由學者專家組成的，事先冇經過候選人的同意。安那陳其邁這邊批評那夜4到1到才開始反起反倒。行過兩邊攏是支持者，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郭智溫甲黨主席朱立倫這人為市議員候選人來徛台。大選即要到啊，高雄市長公辦政見發表會，要22日以辯論的方式來登場。不過有人支持發文這期辯論會提問人的名單無公正。為什麼把具有這些政治傾向，特別還包括陳市長、後援會的會長、智庫執行的人都會放在所謂的提問名單當中？我想這個選委會勢必要講清楚。郭智溫來選委會講清楚，因為列出部分提問人的名單，包含陳其邁、高雄智庫總召集人、觀光產業協會會總會長、甲陳菊市府秘書長等。質疑這個人全部是市長陳其邁的人馬。
对此，高雄市的选委会认清，入来名单拢是由学界专家也是公益团体代表等组成，名单要交由候选人各自排序。他最希望谁担任的，他建议好，后来我们就会把他们缴回来的序号来相加，按照序号最少的，我们开始询问他有没有意愿来担任。但今摆电影是反叫提文人的作业方式，甲排序早在顶个月协商会议，新的候选人就特成共识。国民党这阵却是临时反悔。怎么会在柯志恩都圈选，而且排过顺序之后，然后出尔反尔不承认，然后认为这份名单其实是不公平的？选委会是独立机关，我们尊重选委会的安排。无受到政治影响，但今摆规家走市政也走选举行程，离投票日剩无到1个月时间。国民党甲民进党电影拜六也是各自努力来争取更加多选民的认同。记者孙华报道。台湾的外籍学生除了2020年因为边境管制有减少以外，当年拢在增加。根据立享基金会调查，外籍学生主要的压力来源是经济、语言甲钱的问题。有的学生阁面对劳动力和剥削的问题，阁有人拄到性暴力，而且因认为求助管道并无优先。这几当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来台湾读册的外籍学生也愈来愈多。根据立享基金会的调查，外籍学生上大压力来源是人际关系，所来阁有语言、财务压力等等。有6成以上会找同学斗3工，4成会向学校寻求帮衬。在这种文化的这种就是说冲撞，它就可能会产生蛮多的心理的这个不舒服，或是说误解。我觉得很仰赖第一线老师，其实在当场的这些处理。大部分人认为文化敏感度是上接近外籍学生的老师需要培养的重点。另外，立享基金会这几年也发现，过去外籍移工定拄到的问题，亲像劳动剥削等等，外籍学生也伫实习的阶段拄到。基金会也捌接到几落的性暴力的投诉案件，但是认为求助管道并无优先。在整个网络对于外籍生的不理解，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都会觉得这不是我们负责的族群。如果有需要安置，我没办法给他需要语言，这个简单的英文就够了。事实上，很多专业的协助，还有法律的术语，其实都是需要专业通译来完成。立享表示，虽然各学校拢有单位会使寻求帮衬，但是会使得到偌济帮助，就要看校方的态度。也若加入去政府系统的案例，也考验机关敢有了解外籍学生的文化、语言等等需求。这拢是现主时外籍学生愈来愈多台湾社会会拄到的考验。记者郭伯君、林玉凯台北报道。后礼拜就是立冬，寒人是乌鱼大出的时阵。今年彰化头一批养殖的乌鱼，今仔透早有5000尾，伫新港好上花，场面是真壮观。虽然原不了成本称悬，乌鱼子一斤起到1300，同款是成大阵的民众去现场抢买买。卡车车道一开，上青乌鱼全部倒出来，相当的壮观。彰化县今年头一批5000尾养殖的乌鱼，去予新港渔民捕猎上花。如果每一尾乌鱼会使达到5台斤，真侪民众甲餐厅的业者早就得到消息，5号一透早就到产地来抢购。炒就安尼买几尾？10外尾。10外尾哦，哦，要转去煮啥物？看你知安怎煮就安怎煮啊。伊安怎讲大尾，搁小，搁新鲜，搁好食。我逐年拢有来买。逐年拢有来买啊。对啊，都袂歹食。专工伫乌鱼了来啦。养殖业者表示，家己是引入海水来饲鱼，乌鱼一捞上花了后，会现破提出高价值的鱼卵甲鱼筋。因为今年原物料甲饲料拢起价，因此也淡薄来调整卖价少。乌鱼壳每台斤70块，乌鱼子是来到1300块。今年介绍有较好一寡。安怎讲？即马有食，啥物拢起啊，饲料嘛拢起啊，拢起价啦。所以即马鱼啊，较啥物拢有较贵。就算讲价少起价，早起也是有真侪消费者来抢购乌鱼。渔民是表示后续会送到中部的鱼市场，高单价乌鱼子会送入去加工厂来处理。伫咧海乌鱼也未收成之前，提供民众另外一个选择。记者彰化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9度到24度，中部地区19度到26度，
南部地区19度到29度，东部地区18度到26度，外岛地区17度到25度。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带你来看台湾一个青年的组织安怎推广艺术的教育。我是陈怡静，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